坚持住，我来了！战斗了这么久，猎物也该疲劳了吧？绝不让你逃走的！契约成立。成功了，收复铁角兽了！我终于捕获第一只召唤兽了。好了好了，乖，我们回去补给一下吧。大厅那边好像有什么消息要发布，走吧，去凹凸大厅。系统故障已排除，大厅各项功能恢复正常。系统故障已排除，大厅各项功能恢复正常。系统故障已排除，大厅各项功能恢复正常。哎，这边出了什么事了吗？好了，别闹了，咱们走。那个召唤师，这里人比平时更多了，怎么觉得有点儿……别怕别怕，大厅里是不会被攻击的。哇，这大洞是怎么回事？被陨石砸到了吗？算了，安全第一，形式莫管。铁角兽。失去控制。不
是吗？你的召唤兽在大厅破坏裁判机器人，要扣除1点积分。啊，这算是我的错。警告参赛者，大厅内不得动武，如恶意袭击其他参赛者，要被扣除大量积分。啊，糟了，我们得快去把铁脚兽抓回来啊！好的，让您久等了。奥图大赛系统已经解析完毕，为您配属了最适合你的专属技能。有没有点期待？那么马上揭晓参赛人机，你的能力就是……等等，难道说这就是我的能力？创世神保佑，千万不要有人被铁脚兽袭击啊！这身材，这气势，这霸气侧漏的出场，就是似乎太暴力了点儿。啊，不过这也没办法，谁让我的技能这么强呢？那个人好像一点也不害怕铁脚兽啊，难道是排名很高的参赛者？哎，这样也好，就不用我出场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快救人！快来救我！我不想死我的头呢？还好还在。是你救了我吗？多谢了。那个，对不起。你道什么歉呢？我，小心！有话等会儿再说，我还没搞定我的能力呢。来，好好较量下吧，大家伙。